接。雷闪闪跑哪儿去了？说这一天也找不着个人。不会出什么事儿吧？应该不会吧？他又不是3岁小孩。他有的时候连3岁小孩都不如。你说这王老师这事儿，多少年了，他还这样？要我说，这全天底下的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，尤其是那王老师，莫名其妙的就失踪了2次，换谁受得了？我就觉得奇怪了。你说，雷闪闪这么多男人，他就过不了王老师这一关哈。唉，爱情这事儿也是没道理的。你说感情跟理智在一起 PK， 最后肯定是理智失败了呀。哎呦，哎，这要我说，这王老师失踪了，没准还是件好事儿呢。你说博士啊？我跟闪闪在一起住的这段时间，我真觉得博士对她挺好的。关键是闪闪啊，她把人家当哥们儿，当男闺蜜。哎呦，她就是一脑残，也不知道她那脑子什么时候能开窍。哎呀，总算是没事了，那你赶紧回家吧。嗯，行。哦，对了，我上次跟你说给你介绍工作那事儿，回头我把电话发你吧。啊，你给人打电话。行，还是你本事大。继续啊。酒量挺好啊，肯定比你好。走，我带你去一个地方。走。干嘛？你干嘛你？博士，答应我，我让你做什么你都做。做，做什么都做。这个扣是这么解的，这么解。哎，差不多行了。不行，差不多行了。快点儿，快！啊！哎，快点儿！
能把你怎么着了。就他那个怂样，他有贼心也没事的，肯定未遂。我跟你说，你说的倒是轻松。雷闪闪，我现在怀孕了，他那么大一头，万一踢到我肚子里，宝宝怎么办啊？这个死神经病，你还指我，你还敢指我？雷闪闪，你不要脸了你！那个谁来了？那个。到底怎么回事？没什么，挺好的，是不是雷闪闪？对，好的很，好的很。我刚才都听到了，说你怀孕了，孩子是我的，对不对？是，我是怀孕了，可是孩子不是你的。你撒谎！明明那天我们刚……对，我们那天是那什么来着？可是你要知道，我能跟你那什么，也能跟别人那什么。那不是我的，是谁的？二傻！我找你这么点事，赶紧，有人找你，快点啊！哎，孩子的父亲是博士。昨天晚上我们两个还睡在一张床上的时候。那个，昨天晚上咱俩是睡在一张床上，但是咱俩什么事情都没发生。我知道，亲爱的，你是怕伤害到我跟孩子。不是，我告诉你啊，昨天晚上是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昨天晚上我喝多了，我跟他睡在一起了，然后我们就什么都没发生。不是，我们是睡在一起了，但是我们是睡在一起。不是有人找我们吗？走，你那么快，到底谁找我了啊？别走。美术系毕业生，是。会画图吗？当然。朋友介绍的还是不错的。我们这个公司啊，是一个这个家具设计公司，那你就简单的在我们这儿先画画图啊，试用期3个月，希望你呢在我们这里能够给我们一些有创新、不一样的，能给我们带来新鲜的元素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主管，我一定会努力的。苏敏，你还在骗我？我没有骗你啊，我跟你说过的，我一直都是有老公的。